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7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珠。嘛是国际消息，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整2礼拜。乌克兰南部的城市马利坡妇幼病院受炮弹空袭，目前知影造成17个人受伤。当地政府嘛表示，阁有1人死亡，死伤惨重。另外，俄罗斯是头摆是证实讲，因已经阁派新的部队阿兵哥去乌克兰的战场。那俄罗斯占领切诺比核电厂了后，核电厂即马已经无咧送电。马利坡这间妇幼病外口听到轰炸声音，玻璃拢震碎，汽车警报器一直响。美联社记者美伫咧这座墙后壁，翕到对面的大楼后壁一直呛烟，伫病内面就有训练人被空袭惊到靠袂停，有人头受伤，也阁有新的训练人被转送到其他的病院。病外口的涂骹被炸出一个大坑。乌克兰讲，这场轰炸破坏性真强，已经造成死伤，也有囡仔被逮掉的。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克讲，连续轰炸，和无水、无电、无通食的马利坡40万居民被当作邻居。乌克兰讲已经甲俄方达成协议，俄军找到早起9点到暗时9点停火12点钟，和6个影响上严重的地区民众对人道通道撤离。东北部城市苏梅、南部城市安赫德市长拢证实民众正在离开。乌克兰也提醒俄罗斯要按照约束。Коли навіть взяті на себе зобов'язання не спрацьовували。根据一段影片，俄罗斯空袭苏梅西南边50公里东北部城市利伯丁。乌克兰讲，俄罗斯连续轰炸，和马利坡一个哈尔科夫附近伊久堡的民众拢无法度离开。俄罗斯也公布资料讲，乌克兰把计划伫咧3月要攻击俄东亲俄分离主义团体，也第一遍承认有派新兵去乌克兰并且被掠。Обнаружились несколько фактов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срочной службы в частя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частвующих в проведе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такие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е уже выведен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и. 乌克兰也讲，俄国军占领的切诺比核电厂，即马已经停止供电。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为着要国大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已经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英国伫今年底进前卖减少进口。美国为着要稳定油价，即马当地找找新的进口管道。那欧盟虽讲无对咧制裁，也毋过有讲要豆豆减少，希望伫2030年进前会当能源自主，免靠别人。就算面对油价持续抢悬的危机，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初八也是宣告，美国会完全禁止进口罗西亚的石油、天然气甲土炭，加做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进一步制裁措施，希望这个制裁措施会当真正发挥作用。That means Russian oil will no longer be acceptable at U.S. port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deal another powerful blow to Putin's war machine. 英国首相强生嘛伫同一天宣布，英国会伫今年底进前，豆豆减少进口罗西亚的石油，卖找出会当代替供应来源。We can't move overnight, but we can certainly do it, and we can do it in a way that doesn't disrupt supply. 因为欧盟并无完全得咧安尼做，这位会主席冯德莱恩初八伫声明当中表示，欧盟今年会减少2/3对罗西亚天然气的需求，希望伫2030年进前，欧盟会当达到能源独立自主。乌克兰总统格林斯基对西方国家扩大对罗西亚制裁措施嘛表达感谢。Я вдячний особисто президенту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 Байдену。根据 BBC 的报道，罗西亚是全球第3大产油国。敢若比美国甲沙烏地阿拉伯較少，每一天出口差不多500万桶的原油，其中超过一半是供应予欧洲，3%再去美国，这嘛是罗西亚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国际油价甲天然气的计数已经是起甲惊死人，罗西亚的石油禁令，嘛互情势是愈来愈吃力。拜登表示会提供美国欠起来战备用油，嘛会找找替代方案。不过，《华尔街日报》指出，拜登初八伫宣布进前，捌敲电话予沙烏地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王储，希望会当配合增加生产。不过，因两个是拢歹接電話。目前受到石油禁令制裁的委內瑞拉，正做替代選項之一。因為美國已經派代表團去協商，可能最近就會有結果。There's talk about Venezuelan barrels coming back on the market, and that's particularly good because the Venezuelan barrels can be swapped out pretty easily with the Russian barrels because it's both heavy crude. 不過，嘛有專家分析，拜登宣布的羅西亞石油禁令，敢若是因為戰爭道德上咧發聲爾，長期尾要面對的，也是能源價數大起的實際問題。加上羅西亞威脅講，要切斷供應予歐洲的天然氣，這場戰爭對全球造成的衝擊，可能才打要開始爾。公司新聞景觀強編譯。
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好天，早唔较凉冷，西半部到大部空气品质嘛无好。咱来看云图，今日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敢若东半部云会较高，有局部阵雨。今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有较寒淡薄啊。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0度半。日时日头出来，温度就会回升，高温有25度至29度，东部会搁较烧热。也毋过要提醒乡亲，今仔日伫西半部到大蒙，尤其是云林甲彰化爱细致。啊，若后礼拜一有方面会通过，东半部、北部山区可能会落13雨，其他所在无啥影响。后礼拜二、拜三阁会开互好天、稳定的天气，敢若东半部有13雨。来关心食酒赛车害别人害家己。立法院伫今年1月份有通过修正案，要严办食酒赛车的民众。刑法的部分已经实施。啊，若道路交通条例修法了后，10年来连续犯下食酒赛车的人，伊的名、伊的相片拢会使对社会公布。而且坐伫车内人嘛爱罚款，罚金是对3000块，要提悬到15000块。这个月底3月31日开始实施。啉酒开车，互警察查到，有时抢红灯灭行啊，不过也是互人抓到，酒测台达到0点4厘。红灯开拢无咧看，车红灯诶。骑车载人赶紧停伫路边，警察发现实施酒测，果然超过标准。不过啉酒开车的新制度，伫刑法的部分提悬刑责已经实施啊。甘拿香北市警方处理啉酒开车，今年2月甲去年同期来比较减少34件。即阵道路交通条例修法要订步行政来核定，行政法则要在3月31日来实施。因为酒驾的人他是不清醒的，旁边人怕被罚钱，就会提醒他、阻止他。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啊。我觉得会酒驾的人，可能某种程度上会比较需要心理矫正这一块，对啊，罚钱他不一定会怕。这尾10年内底，啉酒开车搁再犯，包含姓名、相片违法的事实，拢会被公布。坐公车的人会连遭到定罚，另外这个罚则是加重5倍，对原本上悬3000块，提悬到15000块。这个刑罚甲行政法是相款来加重，不过警方在执法方面是不是会面临困难？那大多数我们举例到的酒驾案件都是驾驶人自己开车比较多，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遇到一些有乘客在的一个案件，它还是有申诉的管道啊。那我们就会解释说，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国人其实最怕的还是要从荷包掏钱出来，所以把整个罚金提高之后，我们觉得要透过同车共责的人，他必须去感受到。他也有一份责任，他也会受到严重的处罚，这才有用。啉酒开车害人害己，加啉酒开车的人坐公车，敢若亲像坐死神的专车。一直关心啉酒开车遇到的社会团体讲提悬罚则，可能有阻止的效果，不过要安怎来对根本上预防，包含家己啉调的这问题，嘛要斗阵来重视。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总会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调查局侦办中国企业违法伫台湾挖掘科技的人才，偷摕营业秘密。昨昏是报台北、树林、桃园、新竹甲台中5位的地检署，分14路展开大搜索。上阵北京有中国资金的公司，也是研发中心，约谈相关的负责人，加强挖60人次以上法办。来看联合报，各个部开私立学校咨询会议，处理花莲国工商港等5间学校要解散董事会议案。5间学校拢有派代表去表达意见，有的学校阁想要挽回，也毋过转型的期限3年已经到期啊。教育部嘛证实讲，这5间学校的董事会会依法解散。来看《中国时报》，受疫情影响，真侪人唔敢坐大众运输，改骑共享脚踏车、共享奥多麦，也是共享轿车。疫情颠倒是好着共享经济。豪泰集团下边的 iRent 用户超过100万人，加做咱国内头一间超过100万用户的共享业者。用户主要是用伫6都。若唔是6都的县市，伫过去一冬会员数成长的比率嘛超过8成。全台湾平均每5秒钟就有人伫共享平台牵一台车。
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拢是甲高雄自助餐的店员强庙旅游团有牵连，其中有2个是伫台南某一间病院配药的人员。另外，境外病例昨昏有74例，内底有1个是印度人，伊是伫餐厅食头路，伊日本的体检拢阴性，不过因为台北市咧对查防疫旅馆的群组感染，过验的时伊煞验出阳性，目前正咧调查伊的接触者。转头防护装备的台南市政府人员伫店外喷消毒水，因为查到台南市新增加2个本土确诊案例，针对因2月23以后所行过拢消毒。这2个是按21083甲按21084。台南一间病院药事人员，因为进前强庙旅行团相关案例有5个民众坐巴士来这间病院复健确诊，初步认定是院内规定烧话，也毋过是毋是有动线灯塔，还是有其他的所在去画着，也犹太基因定数确认。市政府原来考虑890人，避免疫情传开。医疗行为都要必须停止。那原先已经住院的人，因为筛检都是阴性，所以暂时都不能移动，以避免这个疫情到时候因转阳有这个扩散的可能。这间病院会听候14才恢复门诊加医疗服务。这原来是强庙旅行团伫台南的第3波疫情，伫高雄第4波疫情也新增加1个本土案例，也就是按20939台菜餐厅员工作为大小妹。伫考虑隔离期间确诊，强庙团相关确诊总数已经达到20例。除了3个本土案例，指挥中心也公布74个境外移入案例，创下56天来新冠。其中1个2月初10入境相关检疫拢是阴性的印度籍查甫人，因为台北市卫生局查某一个防疫旅馆规定烧话，采检了后确诊。本案他目前是在某餐厅的员工，餐厅其他员工有4人，还有老板都已经匡列采检了。因为国外疫情也不止严重，咱国内是还会当控制，是不是考虑解封？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爱国观察。部长，你有看到防疫的曙光了吗？这还没有看到真正可以就是说解封的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步骤。另外，疫苗注射的最新统计，第一期83%，第二期77.28%，基础加强声0.83%，对加声45.18%。指挥中心呼吁民众紧注疫苗，加强防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00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20999例。中国的病例无包括香港有11万例，日本是超过555万例，韩国超过52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西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900万例，法国是超过2300万例。疫情滚加2冬，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是警告讲，这场疫情大流行也未收煞，因为各国最近体检率拢降低，有变较慢皮。若2冬过去疫情的真相到底是安怎？苏当时中国是安怎爆发的？甲大马路也唔知。2020年1月1号，已对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采取修饰措施。2019年年底，中国武汉华南海产市场发生第一件新型冠状病毒，迄当阵连是唔是人传染互人也唔知。我が国で初めて武漢市への滞在歴のある方1名に関し、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が陽性であることが確認をされました。なおこの方はすでに退院を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います。要让疫情正紧就自中国周边的国家一直传到全世界。世卫组织一直到3月11日才宣布，新冠疫情是全世界大流行。当外界批评 WHO 动作伤慢时阵，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是讲，真侪国家拢无伫咧插 WHO 所发的警告。迄当阵中国以外并无死亡案例，到即马已经满2年，真侪国家解封，也毋过谭德赛讲，离疫情结束还阁真远。Although reported cases and deaths are declining globally, and several countries have lifted restrictions, the pandemic is far from over, and it will not be over anywhere until it's over everywhere. 谭德赛也警告讲，最近检测率降真多，大家看见疫情所可能造成的伤害，一直到初八，
全世界已经有超过600万人因为新冠疫情死亡，一个要加4.4千400万件确诊病例。世卫组织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阁悬出2-3倍。虽然真侪国家拢已经甲疫情控制掉，不过也是有亲像香港这种上严重的时期。最高一天25991例确診，死亡個案總共2869人，死亡率全世界上懸。既然去到呢個階段呢，係冇意義去爭拗究竟呢個係共存定係清零，但我可以100%講俾你哋聽咧，特區政府一定唔會用一個坊間叫做躺平嘅態度去處理呢個疫情。全世界伫咧過去2年，因為疫情付出正大的代價，也正伫咧學安怎甲病毒共存。因為一開始中國的疫情是安怎傳出來，到即嘛也唔知。記者綜合報道。繼續關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將儕國家一個大企業攏有出聲譴責。親像美國嘅麥當勞就宣布，佇俄羅斯境內847間店要暫時關起來。另外，賣咖啡嘅 Starbucks 一個做汽水嘅可樂公司，嘛攏宣布要先暫停當地業務。麥當勞執行長肯普欽斯基初八早起透過內部電子郵件甲公司網站發出聲明，指出雖然逐工為數百萬俄羅斯顧客服務，毋過無法度忽視烏克蘭的苦難，決定暫時關境內847間餐廳，公司會繼續支付62000名員工的薪水，因為供應鏈長期甲人道問題，無法度預測什麼時陣會重新開放。1990年，麥當勞在莫斯科開第一間餐廳，是後冷戰時期資本主義繁榮的象徵。美食文化對外殼、汽水飲料進入市場，即馬大企業麥當勞提出有重大象徵意義。When McDonald's moved into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part of a message of opening up and building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And now those avenues have all been closed off. And so Russia's having McDonald's exit that market really brings a bookend, a close to that era. And we're kind of standing in, symbolically at least, a new era of division between Russia and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同一天，咖啡連鎖大企業星巴克也對咧做，暫時關店面甲咖啡進出口，會對員工提供援助。再去飲料大企業可口可樂也宣布暫停佇俄羅斯的買賣，百事可樂也暫停賣可樂甲七喜這產品，毋過伊也配合五零混這基本明星飲品會繼續賣。國際時間已經數百間企業品牌暫時退出俄羅斯市場，聲援烏克蘭。民眾生活好親像體會蘇聯物資欠缺的時期。麥當勞、可口可樂這大企業業者原本遲遲無表態，互人批評。這包含紐約州養老基金等真濟經濟股甲網絡控制的壓力之下，總算做出決定。公司新聞是會中評價。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歐盟、英國攏有提出經濟制裁，真濟大公司、大企業冇響應，停止佇俄羅斯的服務。即馬佇俄羅斯的廣大銀行已經領無錢，行動支付嘛無功能。當地人就講，即馬的生活袂輸是轉去到古早時代。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國際推出將咱不有的經濟甲金融的制裁，引發俄國民眾的驚嚇，大家攏想進來銀行要領錢。Все катится к чертям. Других слов нет. 上千上萬的俄羅斯用戶無度來使用 Apple Pay 加 Google Pay 這服務，領無現金，伊閣無度來使用行動支付，敢若退回到石器的時代。歐盟也正式公布，對10日開始，7間俄羅斯的銀行會被趕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 的支付系統的名單，封鎖能源甲原物料的出口。And I'm taking robust action to make sure the pain of our sanctions is targeted at Russian economy, and that we use every tool at our disposal to protect American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真濟企業也紛紛來響應，像是蘋果公司佇俄羅斯就停止不因的產品，發表聲明講支持人道主義。國家的制裁甲企業的軍進是雙面刀，佇中從俄羅斯經濟同時發動方面嘛愛承受高能源的價格，要通貨膨脹壓力。專家警告，制裁外溢效應會讓全球經濟隨之震動。歐盟身為各國上大的這群人，嘛因此付出代價。另外，佇美國會反映佇通貨膨脹率甲衝擊供應鏈。
股市回市上杀不计起价，若冲到短时间无法度来结束，普廷所做出外决策会拖累整个国家无辜的百姓。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抑个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政府啊高论坛，在野党温室决以无够一派差距选调总统，严格嘛有一半的选民无满意这个结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2礼拜，轰下普廷伫未来7天至10天可能会加强攻击，想要赶紧结束这场战争。英国媒体是报讲俄罗斯甲乌克兰的外交部长上紧伫今仔日因会伫土耳其见面，这是战争发生以来双方上高层的对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示上届无辜。咱政府有发起募款，这募款会募到4月初1，目前已经有募到4亿的善款，这钱会用伫帮助乌克兰的难民。一通一通的电话才袂离，拢是卡来问捐款予乌克兰的相关问题。这是外交部统筹协调，透过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伫3月初2成立的赈灾乌克兰专户，统计到3月初9早起8点，已经有4亿的善款。未来的这个捐款哈，主要就是3大方面了。主要是协助在难民哈，那是他们的这个医疗、他们的收容安置跟他们的日常民生用品。乌克兰专户募到的金额会全数交付外交部处理，参相关的国家组织合作，共同执行人道援助。过来台湾5党的乌克兰人 Anastasia 老厝就是伫赫尔松。伊所了解，目前乌克兰上欠药啊甲食物。Right now, they don't have a lot of food and medicine, so a lot of people need insulin, but right now they don't have it. I hope government will give visa to Ukrainian people family come here to Taiwan, and I hope people who don't have international passport can come here. Without international passport. I understand maybe it's unreal, but I just hope. 即阵有侪民间团体站出来斗相挺。台湾 Stands with Ukraine 发起人之一的张佩欣就讲，因尽量伫网络传播国际相关消息，也甲住伫台湾的外国人合作会，要让他们知道说，有一群也跟他们一样关心的人是聚集在一起的，他们是可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的。当你直接跟外国人面对面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或者是感受到你的支持对他们是有帮助的，精神上的帮助。除了捐款、悠闲活动等等的支持，外交部也开放物资捐赠。包括日用品、医疗用品等等相关的信息，会当上外交部的网站查询。记者尤淑晴、谢慧玲台北报道。战事嘛影响国际上的海运，亲像咱国内钓具卖出事的业者已经宣布讲，三分鱼、沙西米暂时袂搁卖。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已经有请相关单位成立下部会平台，总讲国内物资有受影响，会当透过这个平台来调测。对他总共给我6个鲑鱼。但是如果要点那个，以评价出名，连锁长势舒适争先，全台湾各门市拢打一个广告，讲三文鱼、沙西米暂停供应。强调停卖原因是因为三文鱼为哪位进口，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影响，部分航权拢停。因为供货不稳定，目前库存有限，敢来当提供三文鱼舒适，三文鱼的沙西米停卖。只点鲑鱼，第一天的时候剩下少量出货，10几20分钟才上个1、2盘，然后大家就是每个人抢着那一盘。看见安心的笑颜，我是大噶。另外也因为原料供货紧张，欠马铃薯签，最近才阁开始卖的摩斯汉堡也坦白承认有起价压力。董事长林建元表示，使用油起2.5倍。最近牛肉、番薯签供货不稳定，另外雪鱼也因为战争供货有问题。一直拢有起价压力，是冻调的无起。而且全球上大的航运公司马士基等4大航运公司拢宣布暂停往回俄罗斯、乌克兰货运，全球货运航运差不多47%拢受影响。那现在我们在航港局，包括我们的阳明海运，还有包括我们的经济部，还有我们农委会，有成立的一个平台。这部分我们会透过这个平台来协助。包括价格的平稳，包括这个仓位的分配等等。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过去海运仍有运价欠柜这个议题，都捌透过平台协助。即摆来做民生必需品受影响，会透过平台协助，互航运的影响降到最低。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昨时表示，目前咱国内逐工还阁欠60万粒卵，也毋过3月中就会当解决。另外，因为战争的关系，战事影响国际上粮食的价格大起。农委会嘛表示，咱的饲料、肥料拢有加买，当到8月份甚至10月份拢无问题。天气转稳定，嘛，互中南部鸡卵生产条件变好。鸡卵生产为102000箱成长到107000箱，毋过欠卵犹原存在，生产量犹原欠3000箱，大约是60万粒。9号下晡啊，到经济委员会业务报告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会继续来调度，佮有国外进口的来啊，相信3月中就会当解决问题。伊搁一届挂保证，你3月中旬可不可以彻底解决鸡蛋不足的问题？当然可以啊，不会跳票。那我们所有全台湾人民的婆婆妈妈都听到了。但鸡卵的价销无法度保证恢复到起价进前。诸位，我希望你保证也努力，3月底回到原来价格，好不好？我现在不能在这里保证市场价格回到原来价格，依照市场机制来运作。是毋是要跳票？犹原有待检验。未少伫位嘛关心乌俄战争可能对原物料带来冲击，有一寡大宗物资已经起1倍以上。农委会表示，已经盘点做饲料黄豆玉米，目前会当确保到8月份供应无问题。农民关心的肥料，农委会嘛强调已经超前部署。这些的库存量绝对供应到10月哦。另外，乌俄战争嘛造成鲑鱼进口受到影响。主委陈吉仲表示，鲑鱼确实是台湾进口上悬的水产品，但认为鱼类有真侪替代性。那鲑鱼无法度来台湾，鼓励民众多多消费国产的石斑、乌鱼、台湾鲷、沙白鱼，价销相对较合理。记者们王兴中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的兴中街一栋大楼发生火烧厝，造成严重伤亡。台中市政府去调查了后，发现厝头家甲这栋大楼价经改做41间套房，随互厝卡，也毋过咧装潢的时拢无通报，所以即马是要罚厝头家144万。台中兴中街大楼火烧厝造成6死6伤，案发了第3天，其中5个罹难者家属登去现场交魂。消防局调查人员也伫大楼内底继续伫采证，邀其他住户陆续登去收物件。一场无情的大火，家大的所在拢烧了了，财产赔偿状况，受灾户对区公所认定不明，有一寡不满。因为我们刚才去区公所，然后他不太晓得说财损的部分是怎么计算的。比如说我的东西都被熏过，那我如果丢掉的话，那这样算财损吗？对，然后他们好像说要有烧毁，然后要有那个就是要拍照，要有列那个表单，才有办法提出依据这样子。得到现身的女厝头家，甲大楼违规变更41间出租的套房，台中市都发局调查发现，该大楼1986年申请建筑使用执照，只是8户集合的主题大楼。1997年申请变更上水旅馆，核定17间房间，也过旅馆登记证已经在2019年互管路局来注销，所以这厝头家违反建筑法，家己来变更用途，室内装修也阁无办理建筑物公安申报事实证明卡，决定该罚144万块。依违反建筑法相关规定，以每户裁罚18万元，共计144万元罚款。兴中街火烧厝造成6个人死亡，然后绿色民众电力选做这个违建的厝，正做住所的问题拢显现出来。民进党立委林静怡提到调开记者会批评台中市府，2019年以来，标示北屯区、太原段甲清水区五峰段公有的土地，无插绿色民众居住的权益。如果他有钱可以租用在豪华舒服的环境，他为什么会租用在这种比较老旧的社区里面？根本看不到卢市长对于像这样子的租户，他接下来能够承诺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居住上的安全的作为。不过市府是澄清，北屯已经有2个社会主体正伫兴建，太原段是采取异地兴建方式来平衡这个区域发展。五峰段是前市长林佳龙任内伫先期的规划就发现讲，基地内底土地产权加公有合约问题，整合真困难，决议无列入社会主体兴办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东山种真侪灵应，啊，毋过这几年受害虫乃至臭青菇啊酸长，农业局即阵是有推出化学防治，啊，佮有生物防治，啊，佮有用无人机来除药啊。要来看讲倒一款效果较好，才决定讲要安怎推广。台南东山种灵境5福堡的农民，行到高树边啊，凊彩沙里都掠到臭菇啊，叶啊变开，会当看到真侪卵。尤其最近拄好是高树授粉期，这臭菇的威胁，互农民真困扰。
伊拢全部拢夹伫遐，啊，伫遐咧食遐迄种油红的，伊也食的尾啊，就拢袂开啊，阮就袂结果啊。伊个全迄种毒液啦，啊，伊会腐蚀啊，所以做危险的啊。当地民意代表有接到农民陈情，最近愈来愈侪草菇啊，也用无人机试喷药啊，希望会当解除危机。目前台南市农业局利用2公顷的果园做无人机喷药的示范区，不过对农民来讲成果有限。它只能从上面撒，但是没有办法从里面撒，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然后我这边喷，然后它飞到隔壁去，像这种它没有在做的。你的壁里啊，我这边药效过了，它又飞回来。是我们利用无人机的来喷洒那个皂盐，就是所谓的肥皂水，来针对那个立柱春象的小虫啊，就是来做一些防治哦。今年刚实施，我们可能在清明节前后会做测试哈，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在明年再推广到更大的范围。针对进前彰化县有得到中央补助，用无人机大范围喷药啊，台南市政府目前也当伫研究，除了用无人机喷药啊，同时佫搭配生物防治来克制虫害，赶紧解决农民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屏东。屏东伫顶一日有举办观赏鱼产业国际交流比赛，现场有侪五彩的孔雀鱼、竹鱼，还有一寡鱼啊、虾啊，这拢是参赛者用长时间照顾甲培育出来，才摕出来比赛的。到底安怎比？带乡亲咱做伙了解。一尾一尾色水艳丽斗鱼甲孔雀鱼，伫咧水面展开因搁快搁完整的尾啊！现场阁有五彩美虾，大只看起来拢足活泼。这是第4届观赏鱼产业推广国际交流比赛。现场的鱼啊虾啊，拢是经过参赛者长期的研究甲培养，才会当有遮尔水的模样。斗鱼它也是有油脂、体态，还有它的颜色，下去评分。以下就是它的色泽的颜色度，就是整体的稳定度。这一只大红袍神仙也是我们历经最少5年以上的研究。那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精进，然后把色泽不断的堆叠上去。我们未来是想要把它全身能够达到90%以上，甚至是不同的纹路。真歹想着讲，市面上常常看得到的孔雀鱼甲斗鱼等等，会当饲甲遮尔水。其实全台湾有75%的观赏鱼，拢是对屏东培养行销到各地。这回举办国际比赛，更较互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养殖能力。国外今年有6个国家，虽然疫情没办法入境，但最起码还是可以用样品，然后来做国际竞赛。比赛现场嘛，请侪观众去参观。观赏鱼养殖发展协会表示，疫情影响观赏鱼出口，销国内数量增加，特殊鱼种数量的需求增加2-3成。希望这场比赛带动产业的良性竞争和合作，会当提升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服务偏乡的民众，台南有业者把货车改装做一间行动柑仔店，卖杂货啊。逐礼拜伫固定时间，会载各种南北货去庄卡去卖。头家甲当地人时间久来，就若亲像朋友共款，真有人情味。即卖人要买物件，有真侪所在当做选择，毋过有一寡民众住离市区较远，若要买物件就会较麻烦。有业者就家己开货车到偏乡地区，载满满的南北货，为青菜、水果、到日常用品，啥物拢有。买袂到的物件，阁会当先甲头家预定，后盖就会送来，实在是真方便。这个是流动摊贩店，流动的南北货杂货店就是了啦。我这个地方大约都是1个礼拜来一次的，都提供这边的欧巴桑啦、妈妈啦、阿嬷啦，他们一些需要的日常杂货东西啦。这台柑仔店货车，互住伫附近的老大人，毋免专工走到市区，只要骑脚踏车来，就会当买到因需要的用品。安尼咱是要去超级的啦，无就爱去超级市场，咱就无去。方便，安尼就毋免搁去下架。像那个买酱油那个欧巴桑，我大概认识30年有了啦。那个他跟我们都已经很熟了啦。我一些我们有的，他都会来给我买啦。逐礼拜固定时间出现，头家逐摆拢是哪卖物件，哪甲人客开讲，时间久啊，也甲当地的居民变成朋友，
这种充满人情味的柑仔店火车，是干那庄脚才看会到的上水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国际头的农村人口老化，无少年家欠卡手，即马是出现用无人机来助农业行业。有一阵兵科大毕业的少年家，因做伙创业，用无人机替农民在转农药。另外，县政府5月份的时，嘛要因为安尼举办无人机的训练课程。无人机出动伫即区产转药啊，农业食保机是即几档才出现的新产业。33岁林占良6档前就投入即途，即马伊甲4位苹果大学弟学妹做伙转来故乡创业，就是上阵无人机喷药商机真大。果树蔬菜花卉整面整合起来的话，其实无人机在使用农业方面的话的这个比例还是很少。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市场未开发程度还很大。林占良进前家己替人用无人机转药啊，工课接不完，年收入超过100万。伊栽培学弟林武宪一档，差不多要出师，因为这种无人食保机至少25公斤，毋但爱有操作证。替人转药啊嘛，爱有农业大棚的证照，要做这道无遐尼简单。台湾其实地狭人稠，我们很多的一些障碍物，像我们看到的电杆啊，还有一些建筑物啊，这个在都是对于飞手的一个困难的一个挑战。考照啦，还有像我们所谓的民航局的，还有药毒所这2个证照的部分。我觉得前期是需要有人带领啊。全台目前摕到相证的无人机技术才160多人，无照的嘛袂少。伫屏东智慧农业学校有南部头一个大型无人机考照机场，屏东县府按算5月嘛要开无人机训练的课程，直接现地考照，培养更较侪专业人才。记者邓亚文、罗伟做屏东报道。来关心台北捷运万大线第2期的勘查分析，昨下晡伫环保署召开第5摆的初审会议。住伫 LG 11站附近有民众是认为讲，即马台北捷运工程局提出的路线是因真不满，认为安尼会影响附近的金城公园，而且佫有噪音，嘛影响隔壁的土城国小，要求改变路线。新北市土城金城公园就算是上班时间，也是有民众伫遮活动。不过，按照台北市捷运工程局伫2018年提出的捷运万大线第2期规划，这个公园大片的空间拢会无去。赶快受到冲击的，佫有隔壁土城国小甲5号公园社区，住伫社区内底上瓦路线 F 栋德小姐表示，实在是无法度接受。噪音的问题会很严重，而且它这盖过来要距离我们家是那个窗户6公尺。你说会不会有噪音？你讲做隔音墙、隔音窗，这嘛是无法度真正减少一些噪音的影响。因为你有迄种低频噪音啊，是安怎做你一定拢会有。你就是讲要甲囡仔关8点钟地内底，哪有可能？居民表示，捷运工程局原底伫2010年提出的万大线第2期规划，捷运线是沿金城路行。不过，伫2018年提出的计划，刷卡 LG 11站刷卡瓦金城公园，捷运局表示是为了避免影响到现有的放南线土城站。不过，居民质疑，这个考量伫2019年的计划敢无评估过，怀疑其中有利益考量。这个是他们的站体，然后他们要把这几栋。我们刚刚所讲的警察局、卫生事务所那个东西全部拆掉，挤在一栋。你看这公园是不是都没有了？然后把这个面积的部分有没有给住宅34楼给建商盖？万大线第2期的环境影响差异分析，第5摆初审会议初到下晡伫环保署举行。参与会议进前，居民先伫环保署头前开记者会抗议。另外，因表示有关2摆规划差异的部分，会向司法单位提起告发。台北市捷运工程局的部分并无接受记者的访问来回应。记者郭文条随新北台北报道。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去年伫咱台湾摕到第1类心智科身心障碍手册也有超过35万人。严格咱社会上对精神障碍者较无友善，会惊，甚至有的人会看轻这患者，互因就更较无法度回去社会。台北行政局立分院有发展出社区的照顾模式，互患者伫社区食头路，建立人际关系，有社会支持。安尼嘛，发现讲这款恢复效果袂歹。
锣鼓闹采采，气势旺盛。伫咧台顶表演的秀姑峦鼓队是北营玉里分院，捌因为精神方面问题破病的学员。因大部分拢是精神科的病人，主要拢是咱较早讲精神分裂症，但是即马叫做思觉失调症。人讲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就是像阮安尼。我做到了。这阵学员的故事也被拍做微电影，记录玉里分院这30年来替新长者打造4阶段职能复健，对于复健中心、庇护工作训练、康复之家到社区家园全部包办。当年协助大约10%康复之家的居民回去社区独立生活。第一个在院内的职能治疗，那去训练他的手眼协调，看他能够做哪些的工作。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到职业复健的模式之前，我们就去媒合看他要做什么职业。一般医生我看到的是救人的命，对吧？啊，这个玉里农院这医生救的是人的生命，还是无同款的物件，迄程度而且内涵更较高。北营玉里分院是全台湾上大规模的精神病院，即马收大约2000人。当年协助大约30位有机会成功复健的学员去康复之家进一步训练，透过全方面的支持，助赞新长者重建生活。包括美国、澳洲、韩国、印度的精神照护专家也拢捌来分院交流，成效受国际肯定。记者民警陈保罗台北报道。伫新竹市有一间日本时代留落来的警察宿舍，最近真受好啊！市府专工特别办活动，互民众穿日本衫来体验当时的生活。大家穿好好暗念剧本，准备好势，连咪特别开始演故事咯。人家还分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你说啦，我是因为身材比例好，所以看起来有164。怎么样？我穿个身高尺就有164啊？怎么样？第100年历史建筑内底搬戏是第一摆经验，大家感觉真趣味。今天我是一个犯人，可能我今天是一个到古代的一个可能女生或美女或怎么样的，就我觉得蛮特别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有一个历史的一个文化的地方，那未来可以想象说结合如果教育方面的一些历史知识，好，或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市府委托厂商设计亲身体验活动，设计单位表示，这游戏每一出剧本拢有文化意涵，尤其在历史古迹建筑内底体验特别有感觉。嘛，期待大家对古迹有更加深的明白和尊重。那这个场馆它是原本是日本的警察宿舍，然后它是一个古迹。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如果说你在角色扮演里面能够真的到一个真正的实景里面去体验，那整个体验度跟沉浸度会更完整。精彩剧情结合日本服装甲日本老厝，民众哪亲像倒转去到100年前，体验台湾日本时代的生活气氛。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马大约已经有200万人离开乌克兰逃命。战争爆发的时，拄好伫国外表演的国家芭蕾舞团，因伫法国演出。乌克兰的这个芭蕾团员，因一边爱准备表演，一边是爱烦恼厝内人的安全。部分的团员即马是表示讲，等演出结束了后，伊嘛暗算会留伫欧洲寻求庇护。正伫咧法国进行2个月巡回演出的基辅大剧院国家芭蕾舞团，用优雅的舞步表演一出经典的《天鹅湖》。这么因国内发生战争，大家心内拢真担心。Да, это довольно-таки непросто. Во время танца мысли улетают в другую сторону, думаешь о своих близких, которые там. И, тяжело, конечно, натягиваешь улыбку и понимаешь, что ты артист, ты должен делать свою работу,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арить людям надежду, я не знаю. 正式演出进行团练的时阵，大家手内手机也拢提掉的，关心故乡亲友的消息。 Вдалеке слышны взрывы, там все такое новости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в самом городе, но вот именно там, где мы сейчас, нормально все. Моя семья застряла дома, никуда не могут выехать. У меня брат инвалид, ему нужен постоянно инсулин, его очень трудно сейчас добыть. Выживают.
сейчас выживают. 虽然担心，不过所有舞者伫咧舞台顶情绪小放的用力规场表演。表演线，所有舞者伫咧舞台顶唱乌克兰的国歌，表达对祖国的关心。所有观众拢站起来拍鼓啊！ Ça me fait beaucoup de peine de voir tout ce qui se passe. Et alors ces pauvres artistes qui viennent aujourd'hui, je ne sais pas quelle morale ils ont pour danser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结束伫咧法国的表演了，这副大剧院国家芭蕾舞团早期会去波兰演出。伫故乡乌克兰发生战争了，有舞者讲可能会加入德国的舞团，也有人讲会向欧洲国家申请庇护。不过大家上大的愿望，拢是希望战争赶紧结束。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 非洲豹是一款真水的野生动物，也毋过定风掠来走私买卖。保育专家即摆就认为讲，目前这款物种已经有绝种的危机。啊，那伫古巴，使用渔民最近在讨海的时，救到一只受伤的海牛仔，当地村民真好心，甲饲养、甲治疗，尾啊成功野放。 古巴有2位渔民，最近伫东南部的一个海边啊，发现这只细只海牛，头甲身体总共3个所在受伤。渔民真好心，该带回去照顾。附近的村民拢走来看。Allí cuando llegamos, todo el pueblo se sorprendió mucho, todas las personas corrieron unos a ayudarnos, otros a buscar la leche, decidimos darle leche, a ver que estaba pequeño. 当地村民敢若是饲人的阿姨啊，共款替牛奶或者是羊奶该饲，并且甲附近的海洋馆联络，甲这只细只海牛交予保育专家照顾。因逐工用手机啊关心这只海牛的情形，也佫用2位渔民的名替伊号名。这只海牛尾啊详细拢好了，放倒去海。研究人员讲，好佳在村民发现受伤的海牛，随家带倒去照顾。古巴海峡定定看到海牛。 也阁有人类捕猎，希望减掉的一个环境污染的危险。另外，伫非洲伊索比亚这个保育中心内面的喇叭，处境比海牛更加可怜，因拢是对走私人遐救回来性命。This yellow bucket here is also one of the transfer boxes for the smugglers. In 2019, we got 3 cups here in these buckets. Like it's so small, if you can see. And it's not good for animal to be inside of this thing. 保育专家讲，这几年走私喇叭伫咧肯亚、索马利亚甲伊索比亚附近真严重，因为当地情势无稳定，佮散车，就让猎喇叭走私到波斯湾甲附近的国家，互人做停泊。而且因猎的喇叭拢是细只的，2礼拜到4礼拜大，甲老母分开了，营养无够，送的环境无好，时间过长，定定还未到位就死去。 就算是送到位，每个人饲的时阵也唔知安怎照顾。So at the moment, we have only about 7,000 cheetahs left in the wild in the world, which is actually a very, very low number. 伫即马非洲喇叭数量愈来愈少，真有可能自一位名单转做濒危名单。专家希望加重走私的处罚，并且确实执法，才能救这寡喇叭。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 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日各地拢好天，早暗较凉冷，西半部到大部空气品质嘛无好。啊，那后礼拜一有方面会通过，东半部、北部山区可能会落13、18雨。也毋过到后礼拜二，就阁会恢复好天、稳定的天气啊。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7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26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 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将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